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1月11号。这一期啊，咱们聊一聊医保。这个社保里面啊，养老咱们聊的比较多。今天聊一聊医保。医保这个乱象才叫触目惊心啊！这个医保，我感觉比这个养老保险的问题还要大呀。医保乱象啊，咱们以前也介绍过。最近央视啊做了一个节目，叫《日用品穿上医疗器械马甲》。央视曝光被薅羊毛的医保卡。一直以来，国家对于医保基金有着严格的监管使用要求，规定了专款专用的政策红线。今年早些时候，全国多地医保局陆续发布了禁止将医保卡变为购物卡的预警提示，但是有用吗？然并卵呢。有消费者啊，近期向总台财经调查栏目反映说，有人在网络平台上放出医保卡薅羊毛攻略，教唆消费者在完全脱离医疗场景的情况下，使用医保卡支付购买牙线、牙刷、洗脸巾、护肤品等日用品，将医保卡里的钱当零花钱用。这个还是很厉害的啊，把医保卡里面的钱当零花钱。我的印象里面，我知道啊，就是咱们的这个医保啊，它又分成公共部分还有个人部分，但是我说的这个词不一定准确啊，也就是你的这个医疗基金啊，医保这个钱呢，有一部分是在个人账户里面。那个钱，我记得以前啊，应该在疫情之前，北京的这个医保卡里面的那个就是个人部分，你是可以取出来的，我还取过。后来这口罩期间，好像北京就改了，为什么改？大家也懂啊。实际上很多地方以前就不能取这个医保卡里面个人账户里面钱不能取，只能在这个药店对吧，或者在什么场景去花这个钱，就买药品。刚开始啊，北京恐怕不缺钱，对吧？你这个人账户随便花，你自己把它取走。后来缺钱了，池子里面对吧？这个口罩期间啊，花钱太多啊，这个钱就不让你花了，你到指定的这个药店对吧，才能去花这个钱。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你到指定地方花这个钱，那行了。很多人这医保他对吧，不是每个人他都会用得上，他把这个钱就通过买日用品来套现。反正你去超市买日用品也要花钱嘛，那不是为什么不花这个医保卡里面的钱呢？你看看啊，中国人太聪明了。这个央视专门做了一个暗访啊，这个节目做的一共是20多分钟吧，咱们只截取一部分啊，大家看视频。攒了一辈子的医保终于有地方花了，药店都能解决，主要是可以刷医保自己多花钱。这是记者最近在网络上搜索到的一些视频，这些博主宣称自己刷医保卡当零花钱用。我国社会保险法第28条规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只能用于支付参保人员的医疗相关费用。而视频中的博主们却在纷纷教唆消费者，在完全脱离医疗场景的情况下，使用医保卡支付购买牙线、牙刷、洗脸巾、护肤品等日用品，将医保卡宣传为购物卡。按照视频里的信息，记者找到了这家名为海王星辰连锁药店锦绣半岛店的门店。记者在店内的货架上看到了一款外观与牙刷极其相似的所谓牙科用毛刷产品。这种牙刷跟其他的那个有什么区别呀？没有，这个就是在医保范围内。这款产品属于第一类医疗器械，但在整个销售过程中，店员反复强调这款产品与普通牙刷没有区别，被直接当作日用品牙刷进行了宣传和销售。在另一家连锁药店大森林银湾店，记者在货架上看到了一款外形与牙线非常相似的商品，但包装袋上却标注着节制器的字样。这写的是节制器，就是牙线。同样，这款被店员当作牙线销售的牙科节制器也属于第一类医疗器械。在四川成都的全元堂大药房天华路店，记者就看到了货架上摆放整齐的各品牌隐形眼镜，价签上醒目的可刷医保4个字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这能刷医保吗？能。记者选了2盒日抛10片装美瞳到柜台结账，轻轻松松就刷过了医保支付系统。踏出店门，记者就登录医保服务平台查看这笔交易的详细信息。哦，他的医保名录写的是000。
使用医保支付的药品或医疗器械都应当有收费项目和对应的医保目录名称，可这款美瞳竟然没有任何显示。记者拨通了四川省医保局的人工客服电话，询问美瞳这种具有装饰性作用的隐形眼镜究竟能不能使用医保卡进行支付。你是在药店买美瞳吗？美瞳是买不了的哈，它不是在基金使用范围内的。在调查中，记者还发现，药店里这种脱离医疗场景并能使用医保卡支付的商品，还有各种所谓的敷料。这个是什么呀？护肤的水乳霜、洗面奶、精华，这都叫敷料。对，它不能写我们平常说的那些名字，它只是名字不一样，就是护肤品。在河南郑州的张仲景连锁药房，店内的货架上也摆放着多个品牌种类的护肤品。这个是啥呀？这是面膜，什么功效啊？就是面膜的功效嘛。那么，为什么会有消费者愿意用医保卡支付购买这些包装成医疗器械的普通日用品呢？大家为了说医保里面有钱，他们都会来买这种药感装装的。记者从多家药店了解到，一些消费者由于个人原因，医保个人账户沉淀了一些资金，为了能挣到这群消费者医保卡里的钱，部分商家将一些日用品借医疗器械的名义纳入到当地医保结算的目录里。这些商品进入药店之后，消费者就可以用医保个人账户里的资金购买。这样一来，药店有了营收，企业销售了产品，而部分消费者则稀里糊涂地花掉了自己医保卡里的钱。这些药店的销售员告诉记者，这些产品的销售情况一直都不错。社保码收款16.8元，车款成本1元。在一家大森林连锁药店四季花园店，记者发现了同一公司生产的3款所谓医用隔离垫，实际上是2款防晒口罩和1款防晒冰袖。这3款商品都标注为第1类医疗器械，且全部可以使用医保卡进行支付。医用隔离垫，套袖那种防晒的。它这个有什么特别之处吗？特别之处它就是可以刷医保。记者根据药店里销售的这几款所谓医用隔离垫产品包装上的信息，以合作为由找到了生产商河南省超亚新材料有限公司。记者注意到，产品宣传页上直接将这3款医用隔离垫标注为防晒口罩和防晒袖。记者查阅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医疗器械分类目录，医用隔离垫这一品名属于病人护理防护用品，在器械说明中也明确标注了应用场景为主要在医院普通病房内使用。在大众认知里，医用隔离垫和防晒用途根本联系不到一起。那么超亚公司为什么如此大费周章，将本应属于日用品的产品包装成医疗器械呢？这防晒面罩，这不典型的它就是一个日用品吗？为啥要给它生产成这个医疗器械呢？以医用级标准，然后重新定义性价比。我想啊，大家把这个视频看完了，如果你想看完整的，你去网上找那个央视的去看。看完之后，我想大家都马上就知道这怎么回事。说来说去啊，就是医保局啊，你管理能力有限，现在应该去问责，对吧？医保局到底有没有能力管这么大一个医疗基金、医保基金啊？这个我感觉医保这个里面黑幕太多。这个这么明显的漏洞，对吧？医疗器械啊，你这牙线就简单点说吧，如果你这个医疗器械和普通的日常用的东西是一样的，那你就不要搞医疗器械啊，患者你自己去超市买啊，超市买不更便宜吗？为什么在药店里面卖这些跟超市跟日常用品混淆的东西？都是通用的嘛，通用的就没有必要在医疗店里卖啊，就是这个。所以你看啊，这种灰色地带，它不仅消耗了啊，吞噬了医疗基金，它也养活了这些所谓的医药连锁店，藏污纳垢啊。这说来说去啊，实际上就是医保局就没有这个能力管这个医保基金。这个咱就不说这个招标集采了啊，后面还有，你看这护肤品
那跟日常的护肤品是一样的，但是它就在那个备注里面或者栏目里面加上几个字，就表示啊这个是医疗器械，实际上它跟那个日常用的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是管理问题啊，是故意放水，让这些不法分子对吧？这些你看药店专门跟这些厂商勾结，就生产这种所谓的医疗器械，不就是变相的套取这个医保基金吗？如果这样的话，你还不如说那个个人部分可以自己随意支取，对吧？你把你个人的部分取出来，你想花啥花啥，你去捏脚也可以。实际上这是套取啊个人医保卡这个里面的个人部分，把它套现。那关于这个集采呢，那更有意思啊。同样的医疗耗材，网上卖168，到医保里面就变成了2200，而医院说啊有差价是渠道不对，也就是你买的不对，你是非法渠道买的，正规渠道就是220元，2200元呢。阳光采购平台才是合法途径，也就是在网上卖168的，到了阳光采购平台啊，价格就翻了10倍。那你说这个阳光采购真的阳光透明吗？阳光采购本来是啊，这个平台本来是让这个集采的吧变得更加透明。根据红星新闻报道啊，黄先生啊跑外卖，不幸啊发生了交通事故，腿部骨折，然后就在江苏盐城第一人民医院做了手术，术后安装一套外固定支架，这个他的医疗费啊走的是工伤保险。结果后来这个黄先生啊，这钱不该忘不该啊，吃饱了撑的，非要跑到电商平台上去比价去了，惹出了好多事情啊。这个我想起最近有个梗啊，说有人吃饱了没事干啊，撑的，真的是吃饱了撑的啊。他居然把家里的水啊，说看看1吨水到底有多少，那边看那个水表走字儿，对吧？这边放水，结果这么一弄出事了，1吨水放出来，那走表显是1吨啊，他放出来只有770公斤。这一下就打破了他的初中物理学常识啊！这1吨水不是1000公斤吗？怎么变成700多呢？后来有很多网友安慰他啊，说你这个你很有可能你放水放得慢，时间长，水挥发了。还有网友安慰他说：“你这个，你房子有公摊，水有公摊，很正常。你的得有公摊掉了。”还有人怀疑他啊，就是劝他说：“你为什么不怀疑你的秤呢？”还有好心网友提醒他，就你不能这么量，你要这么量的话，你们家燃气、电都有问题。所以这个送外卖的黄先生啊，也是吃饱了撑的。他就跑到这个电商平台啊，看到了支架用的耗材，他很细心啊，这个厂家型号、订货编码、名称，甚至规格跟那个医保上面的都是一模一样。于是他就问有资质的医疗器械销售公司，这一问才发现医院的价格比销售公司给的普遍高了10倍左右。比如这个铁杆夹啊，网上卖168，医院卖2200元；不锈钢骨这个牵引针，网上卖42，医院卖483；连接杆网上卖100多，医院卖你800多。如果就是那个黄先生用的这一套啊，外固定这个支架，他从网上凑齐啊，一套1800元，但是医院却收了他18500元。同样的东西进了医保就贵了10倍，这么大的差价，这黄先生想知道到底差在哪里？差就差在他不应该，对吧？这么去比较，就像那个自来水一样的，这个可以说啊，这有关部门可以给他定一个叫非法这个称量自来水。这个黄先生也涉嫌非法啊拼凑这个医疗器械。那这个黄先生他不甘心啊，他有好多疑问呢，所以他就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对吧？为什么这么贵？结果医院啊闻风而动，立刻改了小程序上的价格，而铁杆夹呢从2200一下就变成了800多，显得好像稍微合理一点了啊。毕竟网上铁杆夹只卖168呀，贵了4倍还能接受是吧？而医疗器械商竟然直接找到黄先生的家里，给他塞红包，求他别在网上曝光。看来啊，某些人真是心里有鬼呀。所以呢，也不怪啊黄先生怀疑啊，这么高的溢价是不是有人捣鬼？不过医院有医院的解释啊，医院说啊，医疗器械耗材是从阳光采购平台买的，价格是医保局定的。你看这锅啊，妥妥的扣在医保局的身上了。医院没有定价权，既然医院没有定价权，这事好像跟医院没关系，对吧？那个采购我是在阳光采购平台上采购的，那个价格是，对吧？它能进医保啊，那这医保定的，显得医院好像很无辜是吧？但是既然医院无辜，为什么
这黄先生一举报呢，医院就调低了价格呢？到底是医院自己要改，还是医保局让他改的呢？然而没想到的是，医院还说了啊，医疗器械耗材只能通过阳光采购平台采购，不允许在网上销售。那这么说的话，问题出在黄先生身上，因为他购买的途径是错的。那销售公司的销售许可证又是怎么回事？翻了10倍的差价，是不是暴利啊？是不是有人暗中利用治病救命的药品器械来牟利？国家和患者的钱两头赚啊！这个医保局到底能不能管医保基金？这要打个大大的问号啊！让老鼠啊守仓库吗？应该定这个黄先生啊一个非法采购罪，私自对吧？采购就这种管理水平啊，实际上这是管理水平的问题啊，这个说不了别的。这么管医保的钱早就没了，这真的有大窟窿啊！大家完全可以怀疑是吧？不仅有大窟窿，而且这个叫利益输送、贪污腐败、权钱交易，然后形成一个又一个的灰色产业链。哎，就这么把那个医保基金的钱给套出去了。你看前面套的是个人账户的钱吗？这个套的是这个公共池子的钱，集体账户的钱。你看看啊，网上卖168，到医院卖2200，那中间这好处费给谁了呢？这中间没腐败吗？你医保基金有多少钱经得住这么花？这不，医保的钱终于花空了啊！怎么花空了呢？也有媒体报道啊，这个百姓关注还有这个中国新闻周刊啊，今天都在报道啊，河南新乡门诊医保报销被限额，居民限额50元，职工限150元。医保局称限额是为防年底资金缺口。好了，对吧？医保基金的钱终于挥霍一空啊，没钱了怎么办？那你们就少花一点，对吧？居民不能超过花50，职工不能超过150。百姓关注报道啊，他说11月10号，河南新乡网友孟老三反映，医院门诊医保日报销金额遭封顶。这个中国新闻周刊也报道啊，说近日有河南新乡网友在当地一医院就诊时发现，院内贴出一则通知称，接市局通知，就是市医保局啊，即日起居民医保每天限额报50元，职工医保每天限额150元。该通知落款为新乡市医保局，时间为2025年6月13日。此事引发网友关注。有网友说得好啊，只好再苦一苦韭菜。那钱没了吗？怎么办？苦一苦韭菜啊！这你韭菜每天不能超过50，职工呢，就是你有单位的，对吧？不能超过150。你问题还干活吗？牛马吗？11月10日，华山报大风新闻记者联系到新乡市医保局办公室，对于有媒体此前采访该局获得若不限额，年底将出现医保资金缺口的回应。什么意思呢？有记者以前采访这个医保局的时候，医保局解释啊，说必须要限额，居民50，职工150，每天啊，如果不限额，年底医保资金就有缺口，入不敷出了。你说那么挥霍，能没缺口吗？钱都被这么掏出去了。但是工作人员啊，在接受华山报大风新闻记者采访时，他也改口了，他说啊，这一情况不存在，并称医保资金情况涉及敏感信息，不便透露，属于机密啊，乱打听那容易犯泄密罪啊，危害国家安全。工作人员称呢，这一调整是为了防止医院和药店进行欺诈骗保。说的也对啊，你看你前面央视的报道了，这个药店欺诈，对吧？这个所以咱们管严一点呢，没毛病，对吧？哎，管严一点，他不管那些什么药店，不管那个什么供应商，不管医院，他管你这个患者，给你封顶，头疼啊，医脚，你不能说医保局没作为啊，人家这有作为啊，积极响应呢，规范医院和诊所医疗行为，你不让我管吗？对吧？那我先管这个，你们每天啊不能超过50。你想想啊，你每天不能超过50，你跑到药店去买东西，你还能买啥呢？买化妆品，买不了多少了，给人家管住了。这个工作人员说啊，经过我们的大数据计算，正常的门诊诊疗行为，每次去看病所需额度也就是100-200块钱，因患者病情不一，购药情况不同，如果有人所需报销额度超出报销限额怎么办？也就是说，这个有人如果一次50块钱不够呢，对吧？你如果买药是100块钱的怎么办呢？工作人员表示，我们无法让所有人都满意，政策调整只能针对大部分群众。缴医保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对吧？你在人家工资里面扣这医保的费用，你把人家单位的这个医保费用扣了，可不是这么说的，对吧？扣完之后花的时候就你来说了，你想怎么定就怎么定，我不能让所有人满意，政策调整只能针对大部分群众。那
记者就问了啊，说如果我需要购买500元的药品，每天限额只有50元，是否意味着只能分散到10天，每天去购买药品？结果工作人员说啊，你这是违法行为，说这种大病小看的行为不符合医保规定，是属于医保部门重点监控打击的行为。那记者说，那我怎么办呢？对吧？我要开500块钱的药，分10次开还不行，只能一次开，完了你只给我报50，那咋办呢？哎，工作人员说啊，这种情况啊，我们提倡患者自费450元，然后医保报销50元。你说这个医保局都是什么水平呢？这都是些什么人在管理医保啊？牛马韭菜一天给你搞了个上限50、150，那个老干部病房呢，对吧？那也还好的在 ICU 病房里躺着，靠那个呼吸机，对吧？靠什么各种管子插着来维持生命，那一天花多少钱呢？有人说，那你这门诊，人家是住院，对吧？你把这些高干病房的人抬出去几个，省下的钱，门诊的问题就解决了。所以你看啊，这个医保局就是该作为的地方他不作为，不该作为的地方他乱作为，对吧？你说他不管，那我现在管给你看，先把你的这个每日报销给你限额50，爽了吧？你说这都是什么管理水平？所以这个医保这个啊，还真得注意了。这你指着医保恐怕够呛，它有很多招数啊，中间很多猫腻。它跟养老不一样，养老这一个月480，你就得给你发480，一个月160就得发160，发到你卡上。这医保的猫腻太多啊。你比如说用药，对吧？它很多药它不在医保里面，真正管用的药啊，原研药是吧？或者是什么进口的药，你管用的不在医保里面，自费；不管用的在医保里面，对吧？你不想用的中药在医保里面，所以这个医保这个猫腻太多，指望医保恐怕还有点够呛。有条件的啊，还要考虑一下商业保险。在医保领域啊，这个防腐的力度啊，不够，还得加大力度。新京报说啊，尽管如此啊，其正常诊疗每次只需100-200元的大数据判断与大病小看需自费450元的现实冲突，仍暴露出医保治理中防风险与保民生的冲突与失衡。这种宁可错限不可防漏的治理逻辑，实则是将监管成本转嫁给民众。要知道，医保基金的安全是民生底线，但保障的最终目标仍是让患者病有所医，防骗保却以牺牲患者权益为代价，甚至是给人以刁难民众的负面观感。即便堵住了资金漏洞，也会失去民心支撑。充分反映的啊，就是该作为的时候不作为，不该作为的时候乱作为，由牛马有韭菜来承担这些医保局造成的损失，不就这意思吗？简单点说啊，牛马韭菜交的医保的钱，第一个不知道给谁在治病，第二个不知道给谁发了工资，第三个就是等到牛马生病的时候，你自求多福吧。所以有人早就说出了啊，有很多聪明的网友啊，早就指出了最好的投资、最好的理财就是健身。你最好别生病，你最好不要去花医保的钱啊，这个钱就当做是交税了啊，上供。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